個演唱會今次 poster 咧，其實係比較特別嘅，係用一個雕像咁樣嘅形式啦，佢有一半係雕像，有一半係真實嘅自己。咁其實我都想對應翻自己第一年出嘅歌半啦，因為今年其實想做嘅嘢都係想加深大家對於 Jeremy 嘅印象，咁所以其實係 recap 翻半呢一個概念喺成件事上面，無論係碟定係 concert 入邊或者呢個 poster 都好啦。咁其實喺拍呢個 poster 之前，其實都自己都嘥咗一段時間去倒模啦，去做嗰一個面容嘅一個 3D 嘅 scan 啦，同埋做嗰個雕塑嗰個面具啦，出嚟嘅效果係好好嘅，我自己覺得好 eye catching 嘅一件事啦。咁希望大家睇到呢個演唱會之後，都對於呢個演唱會更加有興趣啊！因為一開始我喺度諗未來如果有演唱會嘅話，一定要出隻碟啦。因為其實自己啲歌都唔算足夠去撐一個演唱會啦，咁所以好想出一個全新嘅碟，入邊全部都係新歌，去令到大家可以 fulfill 到呢一個演唱會啦。而諗呢隻碟嘅時候，其實係諗住做呢個七情六欲嘅七情。因為七情有7個唔同嘅情感啊嘛，後尾諗諗下啊，發現其實好難去 fulfill 到7個唔同嘅情感喺度啦，咁所以就同我嘅演唱會監製細數傾嘅時候，就俾咗好好嘅建議話啊，咁其實你呢一個碟入邊嘅所有歌曲都係講關於愛情嘅嘢，咁啊自己都好似冇特登去做一個故事，但係我覺得喺呢個碟入邊係有一個完整嘅愛情故事喺入邊，或者係愛情嘅過程喺入邊啦。咁令到成件事係更加豐富嘅。當然喺演唱會都加埋我之前啲歌啦，咁愛嘅概念會係更加豐富啦。所以細蘇覺得呢個新碟嘅歌曲都係關於愛啦，咁演唱會有同樣嘅概念，咁不如直接專輯同埋演唱會都直接叫呢個 Rise in Love 啦。喺呢隻碟入邊都有好多我好少嘗試，或者大家都冇聽過我唱過嘅一啲風格。大家聽慣我嘅歌，可能都比較行啲啊，比較平平白爛嗰啲。咁所以希望呢一啲歌可以令到大家重新刷新大家對於 Jeremy 嘅認識啦。咁我希望今次呢一個演唱會 run down，無論係 run down 定係呢隻碟，或者係呢成個演唱會成件事都好啦，都可以俾到大家一個新嘅 surprise，或者係一個更加叻咗嘅 Jeremy 俾到大家睇到咯。喺今次呢個演唱會上面呢，其實除咗歌單都參與咗好多之外，其實成個過程點樣 present，想做啲乜，其實自己都諗咗好多。咁我自己都特登去學咗一個新嘅樂器啦，希望可以喺呢一個演唱會入邊可以 show 到俾大家睇啦。因為我覺得呢個樂器係好符合我呢個演唱會嘅 concept 嘅，咁所以希望大家期待下啦。